继续等来看，这去年台湾一届这药检事件，也佮有加上这中国鱼产呢是用俗价销去到美国，互咱的这五桂鱼也就是南洋台也是拢无地销。即马鱼仔呢已经愈饲愈大只，成本也愈来愈悬，所以家己关的渔民是希望政府会当出面来帮助处理这卖袂出去的鱼仔。窟窿内底台湾钓食着渔民放的饲料。入地这鱼仔因为关税影响外销的订单，加上国内需求无济，渔民表示，交传统市场的价销一斤大约是25块，不过目前养殖的成本已经到28块，因负担的成本是愈来愈重。鱈一般咧了话20出头块尔，啊，外销话10外块来咧了，鱈伊都当啊无行情去啊。大家拢咧报啊，报台湾钓卖袂出去啊，哦，啊问题是因伫菜市仔咧买，同款贵33啊，嘛无力啊。那当你末端市场没有降价的时候，你整个内需市场就会疲乏嘛。渔民表示，关税影响到台湾钓的出口，这3个月来，市面上鱼仔拢踢得卖袂出去，互原本时间到爱掠的鱼仔，只会当放伫窟窿内底继续饲。不过即马是愈饲愈大尾，毋但成本增加，而且加工厂时间嘛无要收，渔民是真无奈，希望政府会当来斗相共。啊，即马就是以国外的市场规拢冻掉的掠，国内拢要细尾，啊你细尾，啊你这大尾要安怎？所以这起来拢2-3斤，啊即马搁愈来愈饲愈大尾，啊愈困难销呀。卖袂行，安尼要安那？那我们如何去赶快去把它去化掉，把这些大尾的去化掉？那反而是可能是必须要赶快第一时间赶快去着手把它处理掉的一个事情。嘉义县政府渔业科表示，农业部已经公告，除了外销会提出奖励以外，针对加工厂甲渔民会提供生产奖励金，另外还会来补贴农业贷款的利息，计共会投入180亿来进行配套政策。嘉义县政府嘛会配合餐厅业者增加通路，协助甲大尾鱼仔销出去，希望解决渔民目前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